你有冇試過同仔女鬥氣鬥到心很累？叫極唔聽，聽完唔做，做完又做錯，最後忍唔住大鬧一餐，鬧完自己又內疚。如果你係咁，今日介紹嘅呢本書，你可能會有共鳴。佢叫《綠豆粉圓吧遇見阿德勒的9堂教養課》，作者係台灣嘅全職奶爸趙介廷，人稱綠豆粉圓吧。呢本書特別嘅地方係，佢將心理學大師阿德勒嘅理論融入日常湊仔生活入面，唔係得個講字，而係一個爸爸親身試過、跌過、再企返起身嘅真實分享。今日我會用8分鐘同你拆解呢本書嘅核心諗法，同埋我讀完之後嘅感受。最重要嘅係，我會話你知點樣將書入面嘅技巧用返喺日常生活。首先，呢本書嘅核心係將阿德勒心理學落喺教養上面。阿德勒係邊個？你可能聽過《被討厭的勇氣》，就係講佢嘅理論。佢其中一個核心諗法係，人類嘅行為唔係由過去決定，而係為咗未來嘅目的。舉個例，小朋友扭計，我哋成日諗，佢又嚟了，想激死我咩？但阿德勒嘅角度係，佢扭計為咗達到咩目的？可能係想攞你注意，可能係想逃避某樣嘢。呢個轉換已經唔同晒。書入面提出咗6大翻轉，即係改變教養思維嘅方法。第一，讓孩子教我們如何教他。每個仔女都係獨一無二，冇一套公式用得晒。你要睇清楚佢嘅氣質、需要，再提供合適嘅環境。第二，無條件接納，唔好令仔女覺得我乖，我考第一，你先愛我，而係無論佢係點，你都愛佢呢個人。第三，重要的不是為什麼，而是為了什麼。呢句係成個阿德勒心理學嘅精華。與其問點解你咁曳，不如問你想透過曳達到咩目的。第四，溫和而堅定。呢句你可能聽過，但書入面解釋得好清楚。溫和係尊重仔女，堅定係尊重自己同個情景。唔係鬧，但都唔係放軟手腳。第五，讚美唔等於鼓勵。你好叻仔啊，係讚美。我見到你好努力練琴，所以今次彈得好好。呢啲先係鼓勵。鼓勵係具體，睇到佢嘅付出。第六，用我信息溝通。同仔女講，你咁樣做，令我覺得好唔開心，而唔係你成日都係咁。前者表達感受，後者只係標籤。好，講完書嘅內容，我想分享幾個我讀完之後嘅感受。第一，呢本書好貼地，有啲教養書好理論，睇完都唔知點喐手。但綠豆粉圓吧本身係一個全職爸爸，佢寫嘅嘢係佢真係湊住2個仔，綠豆同粉圓，悟出嚟嘅。佢有迷茫過，有掙扎過，所以睇嘅時候，你會覺得，哦，原來佢明我。第二，佢顛覆咗我對聽話嘅諗法。本書嘅副書名叫別教孩子聽話，又教孩子別聽話。呢句嘢好吊詭。細個我哋被教要聽話，大個出嚟做嘢，又被人話你冇主見。咁點先啱？書入面嘅答案係，與其教佢聽話，不如教佢點樣做決定，點樣承擔後果。當佢有得揀，佢先會學識為自己負責。第三，原來鼓勵都有學問。我以前成日同啲細路講，你好叻，你係天才。但書入面話，呢啲其實係讚美，唔係鼓勵。讚美會令細路依賴外人嘅評價，但鼓勵係幫佢睇到自己嘅能力。呢個轉變對我嚟講好大啟發。第四，做父母都要學習。書入面有一句，以前我們把孩子交給教養專家，現在我們要成為教養自己孩子的專家。冇人一出世就識做父母，但我哋可以一路學，一路試。呢本書就係一本好好嘅入門。
理論講完，感觸分享完，最實際嘅問題係，咁我可以點做？以下我綜合書入面嘅建議，同你一齊試下呢幾招。第一招，下次仔女扭計，唔好問點解，改問你想點。呢招係書入面目的論嘅實踐。例如細路唔做功課，與其問點解你唔做，不如溫和咁問，你唔做功課，係咪想做到啲咩？可能佢想玩，可能佢覺得太難。一問就知問題喺邊。第二招，用我信息代替你信息，唔好講你做乜搞到亂七八糟，指責。試下講，見到成地都係玩具，我行過驚踩親，覺得好唔安全。講事實，講感受，後者冇攻擊性，細路反而容易聽入耳。第三招，讚美變鼓勵，講具體啲，唔好淨係講你好乖。試下講，我見到你頭先主動幫手收碗，仲收得好整齊，多謝你。具體講出佢做咗咩，對人有咩影響，佢會感受到自己嘅價值。第四招，俾選擇，唔係俾命令。例如朝早返學，唔好話快啲着鞋，而係問你想着藍色嗰對定紅色嗰對，俾佢有控制權，但個框架要着鞋，你話是。呢啲就係溫和而堅定嘅實踐。第五招，如果忍唔住鬧咗，都唔好自責太耐。阿德勒心理學強調，我哋唔係俾過去綁死，今日做得唔好，聽日可以再試過。重點係同仔女修復關係，話佢知頭先爸爸斜線媽媽太勞氣，語氣唔好，對唔住。身教就係咁樣。綠豆粉圓吧遇見阿德勒的9堂教養課，唔係一本教你要點樣管教仔女嘅書，而係一本教你點樣同仔女相處嘅書。佢唔會話你知點樣令仔女變天才，但佢會話你知點樣令仔女成為一個有安全感、有自信、識得為自己負責嘅人。如果你都想喺教養呢條路上揾到一個舒服啲嘅方法，不妨揾呢本書嚟睇下。有時唔係仔女難教，而係我哋需要換個角度睇嘢。你對教養又有咩煩惱？歡迎留言分享。鍾意呢條片嘅話，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，我哋下一條片見。